接落来看，今日早起一只连结仔对花莲新城新生桥要转弯，这车顶25栋的大理石怎熊熊连落，路面立一大坑，加载是无人着伤。伫路口等车辆顶，熊熊一粒大理石飞过来，连几啊连讲着点啊加路，起初是惊一个惊险，换一个角度，因为一只连结仔载大理石倒弯，就头煞熊熊落落来。哇，这个怎么抬了？这个抬不起来了。业者去到现场，发现要出动2台吊车，才有法度把石头吊起来。因为这粒大理石有到25栋，而且点啊加路是立一凹真大坑。他这样子开过来，如果人在这边等，蛮严，那个来不及。看到怎么掉落，都在那边。这个意外发生伫13早起7点外，一个24岁连结来的司机载大理石要去甲工厂，为花莲新城的新生桥倒弯要接大九线，哪像无固定好势，石头全安尼落落来。今嘛警方介入调查，嘛会采罚。所载货物脱落来做举发，那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毋那依法有规定，载货若有漏涉飞出去或者是落落来，是要吃罚单的。货物运输的规范嘛有严格限制，亲像全拖的车辆加上货物的重量，袂当超过42吨，也若半拖的是35吨，而且大细嘛有要求。长度上济，敢若当超过车身的30%，宽度为地面算起，限制伫咧4公尺内，而且跨度袂当超过车身。你只要有东西在你行驶的过程中掉在车道上，应该都算违规。包含如果我骑摩托车，我的双肩背包放在脚踏板那边，如果掉了，那个其实这个也算。公路局提醒，无论是大型的货物或者是日常的用品，只要载物件伫咧路面，拢要顾好，唔通去互落去。因为若无细致落去，唔若爱互处分，甚至会影响民众行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